反对龙潭科学园区第3期要扩建，政府爱征收人民的土地。自救会成员昨昏时去新竹科学园区管理局抗议，要求爱撤回扩建案。针对这个代志，管理局是回应讲，因会整合大家意见来调整扩建的范围，希望会当达到双赢的局面。反对土地掠夺！反对土地掠夺！风台天桃园龙潭地区民众来到新竹科学园区管理局头前举布条抗议，反对科学园区第3期扩建计划，打算要征收因的土地。政府凭什么抢我的房子给财团？财团没有这个芝麻地，他活得下去；我没有这块房子，我活不下去。就要破迁3800个人，然后他的理由是什么？理由就是半导体产业，我们未来要发展，我们需要土地，就这么一句话。龙潭科学园区第3期按算要扩大征收158公顷的土地，其中有88%是私人土地，总共会影响160外户，哇3000人。当地人目组自救会要来自救，用我的行动来拜托国科会的长官们、竹科管理局的长官们，你们能够高抬贵手，放我们一条生路。科学园区管理局派代表出面接受陈情书的时，自救会成员向阳当面向官员跪落来陈情。对于整个扩建的这种范围，管理局现在也在筹划，怎么样能够缩小范围，在不影响整个高科技产业这方面的一个布局，以及兼顾我们民众他们居住生活这方面的权利，能够获得到双赢的这种局面。针对自救会的诉求，管理局表示，在事业计划应准进程，会继续办理公听会，收集大家的声音，整合意见，希望在兼顾生命发展参民众权益中间，达到双赢的局面。记者刘君和新竹报道。